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波兰 BIP 律师事务所的蔡律师。你们知道吗？中国客户们有一个经常不明白的问题，就是他们认为欧盟职场局的规则和美国职场局的规则差不多一样，其实是完全的不一样的。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害怕，他们如果有一个在线的欧盟商标，然后他们想以后注册很近似的欧盟的商标，他们害怕职场局它可以驳回他们的商标，因为有别的在线的近似的商标。其实美国有这个情况，但是欧盟的没有这个情况，职场局它没有任何权利驳回你的商标，所以除非你自己不异议自己的商标，那这个不会发生的。你可以放心的申请自己的商标。你原来不知道，那你现在就知道。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问蔡律师。老师不是律师，也是律师。